今日係繁鮮誕，呢度亦係香港唯一一個為繁鮮賀誕嘅地方。但你知唔知呢度曾經熱鬧足4日5夜？上條片簡單介紹咗繁鮮，今次想俾大家知更多繁鮮同呢個地方嘅故事。點解以前咁大規模？原來當時嘅碗窯村真係好有錢，盛極之時唔單止買返去繁鮮同馬氏嘅故鄉廣東，連南洋都見到大埔碗窯嘅出品。從細小正用嘅青花瓷器，亦可見當時業務之廣。雖然係1932年全面停產，但喺繁鮮庇佑下，幾百年都冇發生過嚴重事故，於是連遠近鄉民都信奉佢。以前嘅寶誕會1連4日5夜喺廟前公演木偶戲，後期因日軍侵華終止，1958年就同關帝誕一齊以粵劇賀慶。但時移世易，隨住村民嘅遷出，經費人力隨之減少，呢個賀誕嘅規模就越縮越細。碗窯遺址就變成法定古蹟，只能從礦洞、水碓作坊、龍窯等見到香港陶瓷業存在過嘅痕跡。神誕嘅沒落背後反映嘅其實係整個行業、整個社區嘅消失。但繁鮮想守護嘅從來都唔只係一個行業。假使有日嘅繁鮮誕出現陶藝市集、拉坯體驗等更多人重新接觸碗窯文化，佢所守護嘅就唔再係一段歷史，而係活着嘅香港文化。